小哥，小哥。OK, no problem。亚比啦，矮迪啦。哦。警告，不准视察，在拧火家属，知道吗？你以为你在打电动啊？是你跟家属约20分钟后到，你跟那个大婶聊了12分钟，我只剩8分钟开车哎，还有2分钟，你可以把早餐吃完。叫我使命必达恩，思命必达恩。是最好。你稍等一下，君浩，我话还没有讲完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是您提出的要求，我们一定会尽力为您完成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可以啊。哦，是你是啊，太好了，这现在。人力综合指導之家，由您整提給他。開班嘅時節，係人提嘅供電花，動家係人糖落去，沙加伊人同您整用嘅。陈太，你处理都懂好诶，赢个生意，比宝听出感受会大。哎，我拜托你搞清楚状况再说话。你扯公司规模多大做什么？我想就太祖太医，去天數夾掉，加困難。人力挖到掠手係糖嘅目的。我說人俩哈，係唔可以同啲寵物的禮儀公司啊？比我唔係寵物呢，幾人來啊！陈太，我还敢哭？是啊。老阿爸講，阿查咧。阿爸阿查，來保護誰啊？啊！保護誰？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，這一次准許你不告而別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淚，也不再有悲傷。假使愛上你，愛會點點困天堂。假使你相愛，手都愛夢都發sáng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，我會盡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時間的網留住了美好過往，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。金本岭东派西啊，我们会记大过啊，不，
我们会自行处分，我们也会请师傅来替阿爸念经，然后保到阿爸愿意原谅我们的疏失为止。喂，老爷，哎呀，菲斯里呀！你母亲都怕着，你不想师傅把爸给给。要全部罚，这位朋友 Mr. 陳必博先生。重点念唔错，系比博。比博。比博。你这么想化妆，那要不要帮你争取帮 Mr. 陈比博小菩萨化妆啊？抽样唔错，叫诶要发种。这期末的贵妇有什么做不出来？看他真的病得不轻哎，那房子大的跟礼堂一样，通通都没有半个人。他亲戚朋友被他吓跑了吧？那这些花篮花圈啊，一定都是他自己订的。你讲，根本人迄家属起底啊，温用诶。这真经有骗好吗？有骗？有骗？嫌疑无害。有骗？关你妈个事啊！你凭什么这么自以为是的去评断一个人？凭什么？只有你这种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人，才会去巴结、奉承这种不正常的客户。你清高了，走啊！矮迪，你这句空有冇尊严呢？你是公安的哦。枪里面清楚装来，把两个抬手机给皮呀！师傅，给弄啥？都给人家呢。懂我鸟。好啦，木生啊，也师傅请的啦，你叫人下。好。上班的啦。好。羡慕别人嘛，羡慕别人都可以出来接体啊！你现在竟然给我绕跑！你这是谁受得了？都有蛆，拜托你，拜托给我。手还要粘着。这没有用了。好了，你不要说前辈不照顾你，要用这个。米酒。不着急。那是洒在大体旁边的。好吃！我注定你啊，你就不欢迎了。屁股动面玩笑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哎呀，陈老大。现在是给我开 party 就是了哈。我以为你们4个人最有潜力成为礼仪师，结果呢，才几天，不停的给我出包。
口罩拿下来。好重啊！就这么一点味道，你都没有办法忍受，你怎么当礼仪师啊？卫生纸给我拿下来！我在跟你说话，看我。我再给你一天，如果你没有办法克服对大体的恐惧，直接滚蛋。做这一行，命要够硬，光靠爱心是做不了事的。还有你敢再跟礼仪师吵架，你也给我滚！阿胜能成为红牌礼仪师，关键只有一个，就是他把每位往生者当做自己的阿斗对待。你不想跟他，很抱歉，公司也容不下你。秋，我知道你想跟阿胜，你们两个是最有潜力，也是我最讨厌的那种员工，自以为聪明，别人都是笨蛋啊！我告诉你们，礼仪师身段放不下来，腰不够弯，一样滚蛋！许太保，处长，我不觉得你是个身段柔软、弯得下腰的人啊。我是。你当礼仪师的秘诀是什么？很敢问，很聪明啊！每个前辈的关键秘诀应该都不一样吧？我的关键秘诀有2个，但是只要告诉你们其中一个，你们就受用无穷啦。请听。这什么脸啊？你以为听这件事情很容易呀？好好听，认真想。家属说这些话背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至于你就好好的把专员的工作做好吧。陈贵，唔喺做嚟下班咧，做乜拗連吧？就你去個眼毛生意等下去地下來個電下白天拗，天公伊就會復發咧，嫌我馬該做唔做，我就送叫雷本記，脾氣親密一場。你還好心哦。太婆講，搶迄有心，迄唔拉嘅。曉妍，你做得老眼天數麼？媽媽嘅事情啊。前時間，兩年發總間，我想要擱再練一下膽，啊無，算經過正去試家咧。我聽說二老等，應該較菜就會這做的。人家數少咧，應該做得。
老小姐啊，拄好上好请领导呢。因为因领导拜访去采啊，领导比无什么麻关。无规天一定爱所在吧？无啦，抗议好事嘛个，拄做的。比无啊，早晨好说超商嘅碾米热狗啤酒色，伊个热狗爱煎哦，煎较细得条诶，因为行牙齿无嘛好。伊个叫的叫色哈，落落加加一下诶，甲伊细细的头马都种煮好咧，哈。身体寒哦，对家己药诶无嘛好。伊按不亚给青好说，七贤给老板发路后嘅鸡排，面面就好咯。哦，莫买负责也莫，买太辣，佢要欠哦。大摆哦，俺唔记得交代哦，佢就老人闹到咧，当久就无爱食饭了。姑嫂，比宝。反正嘅事，你老身个讲好势来啊！阿婶呢？真的。我家下有请老小姐老爱天处理，比无给这了也嘅饭应该冇问题吧？听说没问题，其迄寺庙比他严啊，没问题。按银行讲，恁先讨论佛法老你他给你。但迄唔建议欣赏款等所有家人老比无给巴士托给你嘞，你看一下有冇个问题？是讲我就冇见着咧，拜托，睡5点钟嘞，手还冇响啊？记得注意洗身啊！快嚟我要做乜嘅建設嘅事情嗎？冇，像喺地球台风面前下面自己。啊！你喺度做緊乜㗎？我想老邓阿爸收下面整理一下，不过告诉主讲唔是，我们西班牙做得冇，佢讲做得。我喺化妝廠呢位，擘開注意，你喺度掟我做地聽數化妝好冇？好，聽說可以掟我哦，好冇？好，掟我哦。老爸，我係負責處理後事嘅禮儀專員陳桂義，還是張家
因得到嘞，希望做定原谅我，祈祷拜神，天公你就会出境嘞。我老同事也好为让修一下面，希望我眼神强强力力、疏疏松松的，伊都难以展示给伊。没事情，没事情。别让你天数。应该做得，应该出好诶。好，我来拼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导演，你干嘛？你老爸讲好来。唔好再跟我人吵咧。你係咩自己看醫生？講乜嘅醫生？基本上講，有冇影響到做事？唔要憂鬱症係？冇。神經質架有缺點，按哪係？那冇憂鬱症，像係有時節心情較壞。所以看醫生啊？會動針嗎？
假使我唔了解你啊你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人来尊重一般人就好了。你准去甲迄班人哦，唔错个，明明母族上都当风啊，汉巴都去甲迄东北用的，去评断每一个家属，你根本就看唔起这个方法给你。我无看唔起，你知道我着常常穿前听，做么个事情，定然母族低度，全就为到把给家属。阮家着捞钱拿出来，某年做了就是因为啊，你知道了就是太假的，太假的，错吗？你又像天树凤先生，行了7年以上无，我说喵的、叫的，对家属来讲就唔系价钱人诶。你有真心相皮家属。如果你突然送钱给你了无？他迄强项证明，唔罕做的。真心相做，比讲乜嘅睇拖你都还加重要。冇需要做动作嘅事情，上下将系脾气，家属。就干出来的。慢讲，最近 case 太多啊。多点。有，来看亚博的，让我无形无相，无下好。不下，唱给你听哦。那有乜嘅好唔好嘅啊？照起嚟啊！我意思是讲，也没。真的啊，冇按局势吼，唔系局势啊，俺嘛冇办法同听吧。比方较松掉诶，有乜个好事坏事，总下讲出来，安尼希望我头发较顺。老古人讲啊，事莫拿来叫，人长较好用，本来也系我用的啦。我看病还较是啊。吓死人了！你说嘛？吃毛不回去？换水啊！换水？你怎么变这么好心，这样说换水？关你什么事？换水那边啦！水啊！干无卡无可能看唔惯哦。你上瘾我惊哦，不惊啊！到
多同到个菩萨皮店咯。妈咪老正好老爱唱个皮蛋带来，偏叫下水下。还有好高嘅球诶，全不用到了。那嘅嘛嘅么？我嘛嘅东西么？哎呀，我妈咪嘅梦地都老爱讲哦。你嘅朋友好冇啊？我真见到上呢，比我。哎呀，好赚嘞！那注意我小命啊，听我讲来啊，你路上查多看点来哟。哎，莫注意啊，不查那么多事啦，看讲，有时白狗给是太少哟。爸。你做嘛唔衰？我衰唔得。你得定嚟啊！唔係，那要定，我喺度叫呢個講法嘅夾。算啦，做嘛唔做咁多？我好多人用噶啥？很多事情有什麼可能啊？就非你嘅。哪有动啊？係，好定，就係回屋看你，出去出所錢，你看，都係藥，掉藥。哇！这样过来。歹势，我甲你插掉，啊，着工课无用啊。啊，我妈妈今仔日晚了。今仔日放药较少。安尼啊？啊，遮是一块有灵魂甲药珠啊。你先困啊，我歹势啊，甲你插掉，安尼。我要来啊。出境建议，来老唔准批叫佢连吧，冇唔叫他连吧，一路好行，好行。你不要留中我不要。啊，像亲我妹有就有一点发送了吧。
为什么你吃东西都不好吗？没啦，迄个无生意，迄阿爸跌倒，伊伫咧洗。这些是要给他换的，那后一张很难。你吃东西休息上哈。嘅当伊啊，都咧搞好啥物，每个人都友好。但係看到佢繼續聽來好，嘅沙聽了一下。我不想要跟他有任何关系。像他这种人，根本就应该要下地狱。我也应该要下地狱。我这种人，要怎么样教学生什么叫做孝顺？我应该要跟我学生道歉，可是他还没有跟我道歉。他没有跟我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。我还没有原谅他，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就走？我不能原谅他。不想，我没有办法。老兄，你师傅约几多点4点半。还有啊，听讲你未复发的资料肯定好嘛，但还蛮看到骨灰坛，是还蛮看好嘿。那前几年就很易工厂啦。听甲讲，根本迄张要较好，伊等下要送落。唔係真係爾調解，但係你工廠啦，做嘛該本意送。掠迄行條路，總嘛愛買拿。係本嘅條路係喺你工廠拿。迄條甲去甲講愛送的啊，我又無白記。再個講，迄支地咧，當然去送落啊。哎呦，唔係較有效率，總嘛愛拖挨時間。你工廠迄喺你空寧石油較唔錯麼？冇大項事情，永久愛到清米，真係有問題。做乜掠到，撈到自家動位嘅你，死都談有什麼問題出到哪啊？你迄唔係長條拄面，都唔先愛做啲老兩條路做好。我嘛嘅事情，按看做嘛嘅，有偏嘅。有偏嘅你係你，唔係愛。你做嘛用講啊？就算我有偏，唔講我有靠醫生，我有請方法。你那種哦，唔靠醫生，知道自家當空間嘅急診票，很卡得你掉。請好保庇調價，做準時送到，冇人來出茶水啊！好，我看笑，真嘅。我冇事啦。
像个头好空等这样的，实在懂艰苦。我想啊，邱大夫讲嘅莫批判，爱认真听人讲，真嘅无简单呢。两条路哦，这负面能量实在太强了。按多个二说，烟老hen，我去感受，太冲嘞！哎呀，来吃多几个，会唱唔样嘞？唔会啦。爱吃都有动站吗？有灵通，有认真，胆菜又有信心，身体杂，含屁讲够面，做一行动都好啊。来爱动多，正面嘅里头，冲哎哟！真心想老家属做盘，有比往生更英雄。做到比爱较好，比爱较赞，真紧。奶奶可能变好。是谁哦？眼镜阿边，像一条阿公，不能正面嘅能量，求其第唔爱坚强嘅哈，不能坚强嘅心，喏。老板，你那个陈先生骨灰堂帮我送到公司了没？在路上啊，在哪条路上啊？你不要骗我哦，那我等下回公司检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一定会深刻大谢8块。好，拜托，谢谢。小姐你好。老板，我不要加胡椒。那你的东西都做好了，那你不要加胡椒嘛。可是我真的不能加胡椒啦，李伯会生气啦。那我们要重新再做一份，你要再等一下。好，那你帮我重新做一份。下次要提到。拜托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。小姐，你怎么搞的啊？你叫我等很久哎。对不起啦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害接电话。喂，我是罗小恩。啊？哪有空呢？呀，昨晚不会有赖师傅空呢啊？挺不下桌啊？是吧？哪有空呢？老都还是吧？18号，我昨天赖他干嘛？根本冇看，根本冇看鬼挨嘿！啊，娘个啥？也迄电脑把个亲密虫。时常唔想做，爱做的人唔通做。你嘅心情，乃是当然了解。不过，你心底拄嘅为难、矛盾，爱多少感受会到。迄讲手腕的双下巴照，迄毋迄也当然原谅自家。
有一件事情，俺想老唔讲，唔知错啊唔错。但阿爸係我第一個唔卡，也係我第一班面對嘅代替。我同感謝佢，我開始唔會講。對我來講，但阿爸可能做唔定原諒，不過其實係我嘅恩人。其實金錢做一件好事，你不要難過，我會原諒他。我原諒他。心跳后面。我也要你来送我嘞，好啊。厅堂走盘，上下唱起搭一条桥，本家属七家行过比上嘅好。喺讲 NT 嘅太祖太医做判断以前，做地田家以下嘅，阮家以下嘅，冇聽錯，研究做地重新了解對方。你看看迄洗礼堂，堂公主大半暝迄个，请跟师傅家属同意见呢。这件事情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对不起，大哥，这是我记得你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有跟李师傅确认，我没有想到师傅没有看到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们这个行业说100次对不起都没有用，就算你找法官、警察来都一样，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出错，每一个环节只有一次机会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个屁！我说一句，你顶一句；阿胜说一句，你顶9句。你跟阿胜吵架，我都听见了。小文，是，把骨灰坛拿给他看。报告是。怎么会姓林啊？可错了，我会想办法弥补。
我另外找一颗一模一样的，明天家属来之前一定会弄好。你看着我有屁用吗？我已经请你走路了，要不要留你？阿胜决定。老海，你前高条如何了？是你，请我本啊，加一摆机费。爱发誓，听众唔会再讲老年罪，听众唔会再讲出茶水。迄个爱提出大意与本钱，爱就这条路挑好本款，听众唔会啰嗦。以后你还陈秀记哈，这么人也没讲，俺还讲什么屁话？因为赵妈妈只有你一个亲人，你签名之后还会有2个专科医师诊断，确定是末期病人，我们才会去撤除。耽误着阮老爸进台的时间啦，看恁公司要怎赔啊？你敢赔得起啊？若无迄个能力啊，做这道啊，掂人教人做啊。三哥，歹势啊！公司该算是，俺们想办法。